好，大家平安，很开心，我们又可以在主日一起来用诗歌敬拜我们的上帝。其实不止在主日，在平时呢，我们也可以用祷告、用唱诗歌来亲近我们的神。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，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宣告在我里面你。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，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宣告在我里面的一切上一切更有能力，我不输宣告在我里面有，我却拥有满有能力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有感染力，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，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，有主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，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，我不输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，我宣告在我里面有，我却拥有满有能力，那你看，哇，我们一起用诗歌敬拜我们的上帝，亲近上帝是非常美好快乐的事，对不对？其实不是只有在主日，在平时我们也可以每天用祷告、用唱诗歌来亲近上帝哦，让他感受到我们喜爱他的心。那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听这个一个很爱上帝，也很听上帝话的诺亚，他造一艘很大很大的船的故事哦。我们先来听听小朋友讲故事。今天要来讲圣经故事，挪亚的方舟。亚当跟夏娃离开伊甸园之后，很多人出生了，这些人一直做坏事，而且都忘记了上帝，就挪亚除外。挪亚很爱上帝，上帝很伤心，因为除了挪亚以外，每个
个人都忘了他。上帝告诉挪亚，他计划重新开始。你造一艘方舟吧。上帝说，照我这个方式建造。挪亚和他的家人就开始建造方舟。方舟完成的时候，上帝说，你带着家人还有每种动物带2只进到方舟里。所有的动物爬着、跑着、跳着进入挪亚的方舟。大家都进去了之后，雨就开始下了，而且一直下，一直下。方舟开始在越来越高的水面上飘过来又飘过去，雨终于停了，水淹了地上所有的东西。每个在方舟里的人和动物都平安无事。挪亚和他的家人非常开心。方舟停在一座山顶上，上帝让挪亚从方舟里出来。挪亚和他的家人赞美上帝。上帝在天空画了一道漂亮的彩虹，作为他答应不再用洪水淹没大地的证据。听完小朋友讲这诺亚方舟的故事，你有没有觉得好特别哦？你还记得上帝要诺亚做什么呢？他要他去造一艘很大的船。那船有多大？它呢长300轴，宽50轴，高30轴。1轴是多长啊？1轴呢就相当于手肘到手指头这样子的距离，大概45公分。所以呢，300轴就相当于130公尺哎！哇，小朋友，你有没有跑过100米赛跑啊？100米就是100公尺，所以这艘诺亚方舟比你跑100米还要长更多耶！小朋友，你也可以跟你的爸爸妈妈一起量看看你们家的客厅有多长，然后算一算，这诺亚方舟比你们家的客厅长几倍呀？是，那这么大的一艘船，它也很高，它高30轴哎，大概13公尺哦，约有4层楼高。那这里面要分上、中、下3层，这么大一栋建筑物，盖起来一定很辛苦吧？而且呢，上帝还要诺亚做什么事呢？还要他去把所有的动物呢带1公1母，把他们带上船，还要为他自己和他太太、他的3个儿子、他的3个媳妇，还有这么多的动物准备差不多1年份的食物哎！哇，这很艰难的一个工作哦。那你有没有觉得诺亚怎么这么厉害呀？他是不是什么专业的造船工人啊？才不是呢！诺亚他只是一个农夫，他根本没有做过任何一艘船，甚至说不定他根本连仔细看一艘船长什么样子的机会都没有。那他怎么能够做？可是呢，诺亚他相信上帝，所以当上帝要他去造船的时候，他没有怀疑，也没有拒绝，他就是答应了。然后呢，因为圣经上说，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，他都去做。小朋友，你有这样的经验吗？或许你的爸爸妈妈或者老师，他们或者牧师，甚至传道，他要你去做一件你从来没做过的事，而且你可以想象，那是一件困难的事、辛苦的事，或者至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但是你仍然会勇敢地说：“好，我去做。”我相信你如果可以这么勇敢地答应，那一定是因为你很爱上帝，你也爱你的师长们，所以你愿意去尝试。你也知道，即使你可能没做过这件事情，但是他们会帮助你来完成。你知道，他们要你做这些事情，其实是要帮助你，是要增加你更多的能力。
所以你就很开心的答应，努力的去做，去把它完成。就好像这段疫情期间，我们看到有很多同学帮忙教会录制这个儿童主日学的一个节目，有的人帮忙带诗歌，有的人帮忙祷告，有的人帮忙录制读经句。这些同学他们可能以前也从来没有这样子带祷告、带诗歌或是带大家一起读经句，但是呢，因为他们爱上帝，所以他们愿意来做这件事情。那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一定也可以感受到爸爸妈妈或是其他大人的帮忙，也让他学到很多。就像雅婷老师呢，以前也是这样。我去教会很长一段时间，但是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有一次就有一位执事，他跟我说：“雅婷，你来教主日学吧。”我当时可能只停顿1秒钟，马上就回答：“好啊。”那之后牧师就拿教师本让我回去准备。我拿着教师本回去，想说要去翻圣经。在这之前，雅婷老师从来没有自己拿圣经出来看过。那一次呢，为了准备课程，才真正第一次自己拿圣经来读。这一读，哇，好开心啊！我终于发现，原来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，而且还有好多好多奇妙的事情都跟上帝有关，所以从此喜欢上圣经。另外，小朋友，你还记得上帝为什么要诺亚做这么大一艘方舟呢？对，就是因为人做了很多坏事，忘记上帝。就好像雅茹传道上个礼拜说的，亚当和夏娃因为受到蛇的诱惑，然后就怀疑上帝的话，甚至引发他们内心的欲望，然后就忘记了上帝的交代，就去摘了那个分别善恶果来吃，结果当然被逐出伊甸园。那他们被逐出伊甸园之后呢，没有真正的悔改，就继续做了很多坏事，完全忘了上帝对他们的交代。那这些事呢，让上帝很伤心、很难过，甚至很生气，所以他就决定用大水来清洗整个世界，把这些罪恶都给洗干净，让世界重新再来。那人到底做了什么坏事，居然让上帝会这么失望、这么生气，要到用水淹灭了这么多人，来重新造一个美好的世界呢？其实我们最常做的一件坏事就是，我们都忘了上帝所以呢，心中就没有良善的心，因此我们不懂得去感谢，也不会去赞美，更不会去关心别人，为别人代祷，为别人祝福。我们反而常常呢，都只是互相批评、互相攻击、互相嘲笑。那人因为忘记上帝，觉得自己就好像上帝一样了，想要自己当上帝，自己来决定很多事情，甚至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自己就很聪明了那都瞧不起别人。所以呢，我们常常不管和同学或是和家人，我们都不懂得彼此赞美，也不懂得去感谢别人为我们做的，都觉得理所当然。然后别人没有做到的，还会很容易的就批评别人、责备别人甚至呢，也不懂得主动关心别人，根本不会想要去祝福别人，不会想要去为他们代祷。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吗？当你跟你家人、你的弟弟或是妹妹吵架的时候，你爸爸妈妈会很开心吗？当你跟同学这边争着篮球场的时候，你们老师会很开心吗？当然不会，他们一定很难过，说为什么同学这么爱吵架？为什么你们姐弟俩、你们兄妹俩这么爱打架？你的爸妈他们一定会很生气、很难过。因为你们都是他们生的，都是他们的孩子，他们都爱你们他们更希望你们可以相亲相爱
彼此互相帮忙，彼此互相鼓励。有困难的时候呢，要彼此打气呀，互相祝福带导。那他给你比较有能力的人，能力比较好，其实是为了要让你去帮助能力比较不好的。那能力比较弱的被帮忙，你应该要懂得去感谢帮助你的，并且让自己慢慢学习，赶快长大有能力，也去帮助那些还没有能力的人。我们的上帝他是满有怜悯，并有丰盛慈爱的上帝。所以当他用大水把这世界重新清洗过之后呢，他就决定他不要再用这洪水来消灭这世界的一切，所以他就用美丽的彩虹，把这美丽的彩虹放在云彩上来做一个记号，要告诉大家，也告诉他自己，他不要再毁灭一切的生物。也就是说，上帝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，他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的活下来，并且活在一个美丽健康的世界。我们要记得上帝，记得爸爸妈妈、老师对我们的教导，我们要能够彼此相亲相爱，彼此互相帮忙，彼此互相关心，能够主动去帮助人，主动为人代祷，甚至是祝福别人。因为这样，我们才能和人有和谐的关系。像诺亚一样，要记得上帝，并且听上帝的话，然后照着上帝的话去好好的做，这样我们的生活才能够更美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可以透过诺亚的故事，我们学习到，不管世界如何败坏，我们仍然要记得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，时时的看顾我们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用祷告和诗歌来亲近你，就能听到你对我们的教导，使我们能够拥有感恩喜乐的心，能够赞美感谢我们身边的人，使我们建立和谐的关系，享受更美好的生活跟幸福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。 接下来邀请大家来奉献，我们献上我们微薄的金钱，来纪念上帝是怎么样给我们这许多丰富的恩典还有引导。定睛在你的荣美，世上一切别暗淡，除你以外，我还能有谁？能不能就让我留？亲爱的天父爸爸，谢谢你赐给我们平安喜乐，也求你让疫情赶快结束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快快乐乐的出去玩。也请你赐给我们身体健康，平安快乐的长大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保守我们台湾的疫情逐渐控制下来，并且降级。虽然生活有了许多改变，以及不太方便，但请你让我们的心继续防疫，让病毒无法有机会攻击我们每个人，让我们更加依靠你的大能，心就不害怕。也请求你保守我们的家人及朋友恢复正常。我们也要在9月份回到学校上课，让每个学生准备好自己的心，但我们更需要你的保守及带领，才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不偏离。小孩子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，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
长久。生命记5章16节。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生命记5章16节。